后来乡亲啊，今仔日上新的疫情，本土病例有12例，境外输入有58例，这个疫情看起来是真不妙，所以咱的乡亲都要准备注第三剂疫苗咯。指挥中心嘛来宣布着注第三剂疫苗的时间，为本地20个礼拜缩短为12个礼拜。啊，这个第三剂预防下要注倒一种的厂牌，乡亲都要家己准责。比较较爱注意的是，第一剂甲第二剂，若拢是注 AZ 的乡亲，那呢第三剂就一定莫阁注 AZ 咯，就来注其他的牌子，才会当得到较好的保护力。为了应付变种病毒 Omicron， 第三剂预防针注射是为20礼拜缩短为12礼拜，引起民众收钱要注。严格注意的是讲，牌子袂使凊彩经。前面已经打2剂 AZ 的，最后一剂最好不要打 AZ。前面2剂是打什么 BNT、莫德纳这种 mRNA 的疫苗，好，或者是打 AZ 的也好，你都可以去打。追加剂是 mRNA 的疫苗 ，BNT 那不用减剂量，还是1剂。但是如果是打莫德纳，减半。医师建议讲，第一剂 AZ， 第二剂注 BNT， 也是莫德纳的民众，第三剂会使经全剂 BNT， 也是半剂莫德纳。因为研究有发现讲，第三剂经 BNT 抗体会使提升25倍，莫德纳会使提升37倍。无共牌子的预防针，当然效果有差。美国彭博新闻报道讲，新加坡的统计，注中国科兴疫苗民众每10万人有11个人死亡，注 mRNA 疫苗的明显下降，每10万人内面注 BNT 疫苗甲莫德纳疫苗分别敢若6.2人甲1个人死亡，也就是讲科兴的死亡率较悬。中国的科兴疫苗呢，因为它的保护率大概五成多一点点，那比起 RNA 疫苗的9成，本来就有一段差距。目前新加坡的结果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预期。这可能会引起外界对中国疫苗的顾虑。另外一方面，咱国产的疫苗嘛有好消息。泰国外交部昨伫官网公布讲，高端疫苗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，即嘛互泰国伫纽西兰、秘鲁、印尼甲比利时了后，变成全世界第5个认可高端疫苗的国家。